创世纪第36章，以扫的后代。下面是以扫的后代。以扫就是以东。以扫娶迦南地的查某囡仔做某，因就是赫人以伦的查某囝阿代，甲希未人这边的查某孙阿那的查某囝阿荷利巴玛。伊阁娶以实玛利的查某囝尼拜约的小妹巴实末。阿代甲以扫生以利法，巴实末生流尼，阿荷利巴玛生亚欧斯、雅兰、科拉。这个是以扫伫迦南地生的囝。以扫娶伊的某、囝、查某囝，甲家内拢总的人，各带所有的精生，以及伊伫迦南地所得到一切的财物，离开伊的小弟雅各，去别个所在。因为因两个人的牛羊财物真多，迄所在无够阔，袂当互因做伙住。以扫去住伫西尼山，以扫就是以东。下面是以扫的后代。以扫就是西尼山区遐个以东人的祖先。以扫的囝的名记伫下面。以扫的某阿代生以利法。以扫的某巴实末生流尼。以利法的囝有提曼、俄末、西波、加坦、基纳斯。以扫的囝以利法的细姨丁纳甲以利法生阿玛力。这个是以扫的某阿代的后代。流尼的囝有纳合、舍拉、沙玛、米撒。这个是以扫的某巴实末的后代。以扫的某阿荷利巴玛是这边的查某孙阿那的查某囝，伊甲以扫生亚欧斯、雅兰、科拉。下面是以扫的后代做族长的。以扫的大囝以利法的囝有提曼、俄末、西波、基纳斯、科拉、加坦甲阿玛力。这个是以利法伫以东地区所生的族长，是阿代的后代。以扫的囝流尼的后代做族长的有纳合、舍拉、沙玛甲米撒。这个是流尼伫以东地区所生的族长，拢是以扫的某巴实末的后代。以扫的某阿荷利巴玛的后代做族长的有亚欧斯、雅兰甲科拉。这个是以扫的某阿那的查某囝阿荷利巴玛的后代。以上拢是以扫的后代中间做族长的。以扫就是以东。荷利人西尼的后代。以东地区原来的住民荷利人西尼的后代记伫下面。罗丹、索巴、这边、阿那、底顺、以察、底山。这个是以东地区的荷利人西尼后代做族长的。罗丹的囝有荷利甲希曼。罗丹的小妹是丁纳。索巴的囝有阿列文、玛纳哈、以巴路、示波甲俄兰。这边的囝有艾阿甲阿那。阿那伫饲因老爸这边的女仔时，有伫旷野找着温泉。阿那的囝是底顺，查某囝是阿荷利巴玛。底顺的囝有希丹、伊士班、约兰甲基兰。以察的囝有撇罕、撒番甲阿干。底山的囝有乌斯甲阿兰。下面是以东地区的荷利人的族长。罗丹、索巴、这边、阿那、底顺、以察甲底山。以东的诸王。以色列人还未有君王统治的时，以东地区的诸王有比尼的囝比拉，伊的囝城叫做丁哈巴。比拉死了，波斯拉人舍拉的囝约巴煞接伊做王。约巴死，提曼地的人何山煞接伊做王。何山死，比达的囝哈达煞接伊做王。伊伫摩押地区杀赢米甸人，伊的城叫做阿米德。哈达死，马苏里加人宋拉煞接伊做王。宋拉死，
诱发拉底河的利河别人色罗煞接伊做王。色罗死，阿吉普的囝巴力哈南煞接伊做王。阿吉普的囝巴力哈南死，哈达煞接伊做王。伊的城叫做巴乌，伊的某叫做米希他别，是米撒哈的查某孙，马德列的查某囝。以色的后代做族长的，照因的宗族地区名字记伫下面：丁纳、阿列瓦、亚帖、阿荷利巴马、伊拉、比伦、基纳斯、提曼、米比撒、马基迭甲伊兰。因拢是以东的族长，伫因得到做家业的地徛起。以色是以东人的祖先。